泰北有接近100萬名嘅失學兒童，而超過100萬名嘅兒童呢係未能接受過學前嘅教育，而當中絕大部分係少數民族或者係遷徙家庭中嘅貧窮兒童。希望你哋都可以伸出援手，給當地嘅兒童多一份關懷，多一份愛。請支持玩具反斗城聖誕禮物包裝服務，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籌款，你就可以幫助泰北嘅小朋友有機會接受教育。多謝。